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6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2篇，箴言11章第3節到第13節。馬太福音第9章27節到34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正直的人。基督徒伫一生的中间所应该爱追求的，就是有一天互上帝稱作好、佮盡忠的僕人，就是咱講有上帝的智慧，有上帝的氣力，也滿有上帝的公義，佮有上帝的形象。那呢，到底正直的标準伫倒位呢？就親像咱拄則所講到的，愛有上帝的形象。因為呢，咱基督徒是照上帝的形象所被創造的。咱來看今仔日的經文，箴言第11章第3節到第13節。安尼甲咱講，正直人有誠實的引帶，奸詐的人因為乖謬毀滅家己，面臨死亡，財富無路用。只有誠實會通救援的性命，誠實互正直的人行偏袒的路。邪惡的人自處滅無，公義救贖忠心的人，奸詐的人陷落佇家己的貪戀內底，邪惡的人一個死希望攏消滅，我靠錢財的人一定會落空，義人得到脫離災難，歹人反倒當遭受着災厄。無敬虔的人用言語敗壞厝邊，義人的智慧會通救助別人，義人發達合城攏喜樂，邪惡的人滅無，大家攏歡喜。城因為義人來住來興旺，市鎮因為邪惡的人的言語來得到摒倒。鐵笑厝邊的人無有見識，明智的人恬恬無加講話，愛講閒話的人泄露機密，誠實的人堪受信託。咱佇遮所看見的這個誠實、公義、義人，其實攏咧講到上帝的標準，或者是咧講到上帝本身。因為正直的人會用誠實來講上帝的標準來對待其他的人。袂會用奇怪的雙標準來看別人。耶穌基督佇世上傳福音的3年的中間，伊總是咧幫助人，伊時常咧醫治人，也常常赦免人的罪。但是當伊安尼做的時陣，卻遭受到遐個所謂的選民、法利賽人、經學士以及祭司因的批評甲攻擊，甚至因為嫉妒來陷害耶穌基督上十字架。馬太福音第9章27節到34節，
记载着耶稣基督，伊伫2个生命的人以及一个下教的。安尼，伊伫人其实是一个好事，帮助人真好，敢毋是？可惜，即种会医治人的服侍，却去互顶头咱讲迄阵人讲做是，伊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。安尼的评论，咱知影，毋是对伫一个正直的心态来伫讲。因是用迄种乖謬的心态来看待耶稣基督的工作。咱对一个什么人的角度来看，有什么人无想要看见呢？有什么人会通帮助因的目睭来通得看见呢？有迄个朋友，伊本身有迄种色盲，但是当伊咧看色彩的时阵，无法度来分别色彩时，无人会通了解。有一天收到一副目镜，这副目镜会当帮助色盲的人会当辨别真正的色字。当伊挂着迄个目镜的时阵，迄种的感动，无有色盲问题的艰难的人无法度体会。什么人会当互因看见？伫当初时，咱知影只有耶稣基督。遐个袂通讲话的人。什么人无想讲会通讲话偌好？有人带着一位去互鬼附身的假教的来找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将这个假教的鬼给赶出去，这个人就开始会通讲话。但是这个人。去互送家伫耶稣基督的面头前，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过去因一直找袂到有人会通帮助因，所以当因听到耶稣的时阵，因就赶紧请人来带因来。因为过去因找无人通帮助的时阵，因犹原看袂到。因犹原无在条讲话。当耶稣基督医治好这个人以后，法利赛人就批评伊是凭着鬼王别西卜的能力来赶鬼。其实咱会当明白，法利赛人、经学士、祭司，因无法度了解耶稣基督的力量，因为因无。圣经甲咱讲，鬼一被赶出去了，迄个人就开喙讲话。大家就真惊吓讲，伫以色列，阮从来毋捌看过安尼的代志。法利赛人因即阵因完全忽略耶稣基督所讲迄句话。耶稣讲：照恁的信心成全恁。有信心的人是对什么人有信心呢？绝对毋是对鬼王啊！这需要怜悯甲医治的人，因安怎讲？因讲大笔的囝可怜阮吧。所以因非常清楚，就是讲上帝怜悯临到，上帝医治临到阮。诗篇42篇讲：上帝啊，我确无你。亲像鹿较无清气的溪水，永生的上帝啊，我较无你，我第时会当到伫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。正直的人应该是较无上帝，好那亲像鹿较无清凉的溪水。
这就是正直的人会通活出诚实的生命。诗篇42篇，上帝啊，我的心迫切羡慕你，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。我的心喙胆羡慕上帝，因为我的上帝，我什么时会通到上帝面头前去朝见呢？我明日用目屎准饭食，我的对敌一直问我：你的上帝伫倒位？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，用欢喜称赞的声大家守节。我对念这的代志，心非常悲伤。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是安怎伫我的内面海惨？着仰望上帝，我要求要称赞伊。因为伊是我会拯救的，我的上帝。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，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黑文，米萨的山少念你。你的瀑布出声，深烟甲深烟三叫因。你的波浪，你的大涌淹没我。日时上主施了伊的慈爱。每时伊予我唱歌，对赐我活命的上帝祈求。我要对上帝我的石盘讲：你是安怎袂记得我？我是安怎着因为对敌的压迫悲伤行来行去？我的对敌欺负我，拍碎我的骨头，因一直问我：你的上帝伫倒位？我的心啊，你安怎郁卒？是安怎伫我的内面海惨？着仰望上帝，我要求要称赞伊，因为伊是我拯救的，我的上帝。恳求上帝帮助阮学习，成做一个正直的人，有主你的香味，互人知影阮是你的门徒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